好来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多角大王出庭作证，意外去互逮捕。这个嫌疑76岁起开始，进前抢金仔店抢过真侪届，互掠去关51年。啊，讲伊成功多角8届，有多角大王的称号。昨伊到台北法院出庭作证，结果互查出来，牵涉到一件毒品案，即摆咧互通缉。这法院马上就通知警方来甲逮捕归案。 因为这是我们有防治条例通缉。伫咧法警小区，警察抓起来，这一位阿伯啊，就是前后尾感觉说出来市开始。啊，你东西要不要先交给你同伴？叫警察铐起来，市开始家己嘛真意外。伊昨去发现出庭作证，却叫调查组有通缉，证人随变做犯人。市开始落尾无依无依，坐起咧警察车顶，毕竟看过太济大风大影。我爸3年出头嘛，蛮有正义。 翕影片讲，家己偌高76岁起开始捌犯济件金流抢案，关于差不多51年，10摆想要逃走出来，有8摆拢走成功。我会讲的，我们专门挑那一班的，因为他们平常对我们好像有一点那种味道了，就是好像在我感觉上好像要欺负我们这样。 所以说，我就挑那一班才。甚至走成功了后，随开记者会分享经验撇步。起开始1981年打扮做高年晚坐交通船，成功为绿岛加角逃走出来，佮呛声甲方我伫咧高雄啊。1994年，佮一摆含加角的朋友计划逃走，用药啊互交警食甲唔知人用面罩皮盖高压电棒，佮用衫裤做手腕，逃出台北看守所，剧情就亲像伫咧搬电影。这多少案件？ 市开始落尾嘛是掠去关，不过加上竟然当伫咧加角走东往西，无人知。时任法务部长马英九当时佮亲身去看守所视察。已经70多岁，市开始翕影片是要讲家己经过精彩故事。如今因为加入毒品案件，媒体爆出来，古早代志决定扣起来溜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